兄弟平安，感谢上帝，予咱舒适的天气吼，3甲主席伫遮来敬拜伊。咱准备咱的心，咱3甲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伫个早时主持阮来到你的圣会，恳求你圣神充满阮每一个人，恳求你赐阮的心灵会当用诚实来敬拜你、服侍你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透早起来，上帝在找咱啦，是无？目睭踢开，就知影上帝在找咱啦。咱即马徛起来，甲咱隔壁的兄弟姊妹讲，主在找咱。主在找咱。所以，咱早起目睭踢开，就来找咱的主上帝，哈。呀，上帝，伫你行来有必后悔，千出千旁，世间水。我是多因无离旁，上帝呀，上帝，伫你行来，清早起来，听你声音。如水，日光照面，上帝啊，上帝，伫你行来，予我真多一张好手，顶阮顶。给出你所以爱轨迹，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上帝，伫你行来，予我真多一张好手。给出你所以爱轨迹，上帝足疼咱。早起时目睭踢开，上帝就咧听候咱，咱就学乐伊，感谢伊。找见主耶稣到世间来，世间是一个黑暗的所在，主耶稣就是光。光照伫黑暗，咱就要离开黑暗，进入到伫光明。主耶稣帮助咱，互咱真侪瓦靠。有问世间是要路，家在我有主耶稣。你是命是因错我，是阮救我到永远。主啊，错
献出大人主，带我到平安的厝。主啊，主啊，带我经过风雨过暗雾，求你献出大人主，带我到平安的厝。主耶稣讲，世上虽然有危险艰难，但是主要诚济咱的倚靠，互咱进入伫伊的内面，得到平安喜乐。主的话，咱都爱会记得，常常来默想，得到快乐。辛苦耶稣真正的美，只有辛苦主的话，只有点的主的言语，辛苦主福气无限。耶稣耶稣真正苦苦，最主已经证明。耶稣耶稣宝贵耶稣，让我信心那坚定。耶稣耶稣所这主已经证明。耶稣耶稣宝贵耶稣，让我信心那坚定。主耶稣讲，伊上天了后，要找见圣神踮伫咱的内面。圣神要诚做咱的保惠师，来引带咱行伫正路，行伫主的路，永远无离开咱。求圣神踮伫咱心内，定心充满咱。恳求永远主显示，点心充满我。恳求永远主显示，点心充满我。破碎所掌管真心救下面，好无啥听他，一心强逼克己风雄，困求永远主显心，事愿听望。安静咱的心，进入今仔日的敬拜。
有一项事，我要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地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咱即时三甲来吟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圣诗第381首，圣诗381首。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，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逐项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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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有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同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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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生命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同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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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万有领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时间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同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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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时间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物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同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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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物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。伫周报的第6面，咱三甲来读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12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就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三甲来启用，咱要看的启用文是第34篇，启用文第34篇。就是诗篇146篇。咱三甲来启用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生要称赞上主。毋通我靠君王。因一个断去就归土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
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心冤，上主透放受关押的人，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，伊扶持孤儿寡妇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着称赞上主。这是咱搁来吟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第406首，圣诗第406首。主，你荣光充满天。主，你荣光充满天。独一真光就是你，正义日头就起来，赢过真黑暗世界。清早日光请来临，启明星出现我心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主荣光充满天。独一真光就是你，正义日头就起来，赢过真黑暗世界。清早日光请来临，启明星出现我心。求主若无甲我带，你白暗暝无意外，真光若无甲我照，平安欢喜得袂着。主若会落甲我祝福。心内就有大快乐，求你减去我心中，拄要罪恶甲忧伤，将你大光充满我，无心拢做受看山。明你本身，阳光普照永无尽。请坐。咱即是三角来祈祷。阮伫天庭的阿爸的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，为着过去一礼拜工课甲生活上的顺序来感谢你，为着过去一礼拜你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来俄罗你。主啊，阮是罪人，但是阮是蒙你恩典的罪人。当阮心中有歹念头的时，心中迄个好就会出现来抵抗迄个歹。虽然阮有意愿，但是有时阮常常无够力来赢过迄个歹。恳求你怜悯阮、赦免阮。阮知你来就是要带领阮脱离罪恶，回头归向你。你永远袂弃绝阮，你会用恩典来接纳阮。求主你用无限的疼来疼阮，帮助阮日日进步，赢过拢总的歹。现在台湾的疫情有小可变化，有本土的病例产生，大家的心情嘛较紧张。求主赐阮保守，互疫情中心的官员，因咧做决策的时有智慧甲决断力，做出真正确的政策。嘛恳求主降落你的大平安伫每一位百姓的心中，无惊吓，自在。大家拢做好家己的本分，带翠安
温群洗手来照顾好家己。我也感谢上主，互阮伫久久的祈祷甲等候中，你亲自因带柯牧师来到阮的中间。柯牧师是你尽忠的仆人，伊有美好的见证。伊的教练，互教会对内的牧养，也是对外宣教的事工，有新的活力甲方向。阮大家拢是教会的一份子，阮拢认同文山教会。阮就爱日子甲柯牧师3个同工。今年是文山教会设教130周年，是一个全新出发的开始。求主帮赞，赐力量甲合一的灵，伫阮每一位会友的中间，做伙拍拼，来宣扬福音，荣耀上主你的尊名。伫阮的中间，若有身体欠安有病痛的，求主来医治；心内有烦恼的，求主亲自来安慰。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路加福音11章第50到第80节。伫咱的新约圣经第81面，新约圣经第81面，路加福音11章第50到第80节。咱三甲来看第5节。佮对因讲：恁啥物人有朋友，你半暝去找伊，甲伊讲：朋友啊，摕3个饼借我。因为我有朋友对路人来找我，我无物通请伊。伊对内面应讲：无伫招责我，门已经关，囡仔甲我伫床里，我袂得通起来摕互你。我甲恁讲，虽然无为着伊做朋友起来摕互伊，抑佫为着伊的迫切。要起来照伊所欠用的，互伊。读圣经到这，咱即时要请上父团契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歌是新圣诗第159首，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。
这是讲道，咱要请团队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迫切困求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阮遮尔水的日头，请做阮帮赞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殿里，我们来敬拜俄罗你。伫阮即马台湾的疫情非常的紧急的情形，阮拢真担心，阮也真烦恼。总是阮知，主你是阮的倚靠。阮的有限，伫种种的措施甲防治的中间，阮需要主你的帮助来控制阮的所有疫情，控制伫阮会坎伫通承受的范围内底。因为阮渴望，我们继续逐礼拜要来你的殿里，无停。要来敬拜、阿罗你，求主你保守我的恳求，我若要将煞接信息的时间，恭敬仰望伫你的脚前，求主保守因带，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，咱要用一段耶稣基督伊真无平常的譬如，要来探讨。伊要甲咱讲的话，以及伊要赏赐互咱的启示。这段经文记载伫路加福音11章第50到第8节。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“恁中间有啥物人半暝啊去朋友遐，甲伊讲：朋友，请你借我3块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我遮，我无米通请伊。你的朋友会对厝内甲应讲，莫甲我吵，门已经关，我甲囡仔伫眠床咧困，袂当起来摕互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迄个人袂因为伊是朋友起来摕饼，互伊，嘛会因为伊迫切困求，起来摕所需要的物来互伊。这个是现代台语译本的经文，所以咱伫经文中，咱听到一个譬如，是真无合理的拜托。这个譬如是一个人。伫3更半暝，走去因朋友的厝，要甲借3块饼。佮对经文中，咱看到即个人讲的话，会当了解，伊的朋友是伫旅途中顺线顺道来甲拜访，但是伊的厝内饼拢食完啊，无法度招待人客，所以伊就走到另外一个朋友的厝。甲伊拜托伊借3块饼来互伊来招待伊的朋友，但是这个朋友呢，伊的门已经关啊，伊嘛咧困啊，所以拒绝了伊的请求。但是耶稣佫讲哦，虽然伫这个情形之下你互拒绝，你嘛是佫继续不断热切来恳求，你朋友会心软。会答应你，甚至伊互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伊拢要互你。这是咱经文的意思。通常呢，咱拢会不知不觉，咱会用咱家己的生活习惯，咱来思考这个代志。以咱即马来讲，咱若半暝啊，11、2点还是1、2点，咱若捌倒枵，真简单，就是 7啊、全家啊。莱尔富啊，也是 OK 啊，买一个就好啊。那就需要像经文内底讲的安尼，哇，搁去人兜，
共弄问。即款的情景，就算伫2000年前的社会，要为着2-3块饼、3更半暝去共弄门、共叩门、去共搅吵，我咧甲想，咱嘛会感觉，这是一个互人真无法度理解的代志。那耶稣神啊会用即款的譬如，所以为着要充分来了解即个譬如呢，咱需要来认捌一个啊第1世纪的一寡文化的层面，甲了解当时因的徛家甲生活的情形。首先呢，咱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人，因是逐工咧烘饼，逐工烘今仔日要食的饼来食，所以袂像讲即摆社会，咱真简单有足侪科技的方法来保存，譬如讲冰冷冻，还是真空包啊，种种来保留咱的食物。哦，遮尔简单，因无法度较简单。今仔烘偌济，食偌济，啊，若烘鸡有是一半底啊，吼，无可能会烘足济。啊，过来就是当时的文化呢，因真重视迄个招待来拜访的人客，因差不多变做一个是去好好招待拜访的人客，变做一个是社会的责任。那像讲，咱的行洗礼约翰，伊出来传道的时，讲行洗礼的时，伊讲，伊是替后面来耶稣来铺路那定。伊连替耶稣烫鞋啊，伊都无够格，伊都不配。这就是讲当时呢，这个厝里呢，老板呢，若有人客来呢，伊去到迄个门口，甲这人客鞋啊烫掉，啊才互伊入来。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。行洗人讲伊连去甲烫鞋啊，甲耶稣烫鞋啊，伊都无够格。所以咱会使了解讲，当时的社会对好好款待人客，伊是变做毋是干那款待尔，哪像一个责任安尼。所以无论即个人客啥物时阵来呢，拢爱好好甲款待，拢爱甲欢迎。所以才会3更半暝要去人兜共照饼。好，所以这个方式对今仔日经文来讲，咱就面对了一个两难的局面。一个人客半暝啊来咱兜，啊无物件通招待，啊这主人啊是要安怎办？吼，所以讲，伫即个背后的故事，我阁有一个徛家的事实，就是耶稣迄个时代，一般的民众呢，拢是住一间厝、一间房间尔，弄空间安尼，吼，啊全家人拢困做伙，那像咱我会记得阮细汉嘛是安尼一排安尼，啊困做伙安尼困一排，啊所以讲伊的经文中有讲着讲，我的囡仔嘛甲阮做伙伫眠床困，所以当伊的朋友徛伫门口，甲伊叩门甲伊话的时，要要求伊借一寡饼的时，敢猜伊若要起来摕饼互伊，是毋是还佫点一把细把油灯，吼，还佫摕着油灯来去找看厝邻，还佫有剩的饼无？一般的饼拢是妇人人咧准备，查甫人检猜嘛无一定知啊，吼，啊佫要行到门口去，甲开门嘛爱打过，困伫眠床顶，或者的亲情、亲人、囝还是某还是其他的亲情，所以这一切过程一定会去吵到已经困到真落眠会厝内面的人。所以即款呢，遮尔落落，摕一个饼遮尔落落的代志，咱现代的人根本都是真歹去想象，哪有即个代志？所以即个背景呢，咱就会当了解讲，想到即个主人呢，伊无爱起来摕饼互伊的朋友。不过，若讲爱好好款待人客的即个责任来讲，啊有朋友对远方旅行来到咱兜，啊厝内无饼通招待请人，安尼来甲隔壁
少几块仔饼，嘛是敢若嘛真合理。啊，毋过即个朋友，伊遮尔困难的情形，伊选择硬讲，伊无要起来甲开门，安尼嘛是真合理。所以耶稣即个譬如，真正是一个真两难的处境。但是耶稣提出来即个两难的处境了后，然后伊佫问讲：恁中间啥物人有勇气为着借饼，安尼3更半暝去甲你的朋友插起来？而且伊佫讲，对方若甲你拒绝，你嘛爱佫继续坚持，迫切甲恳求，甚至你都无爱离开，一直甲借着饼为止。啊，迄个主人呢，会紧绝慢，会互你的遮个叫吵的声呢，甲你来答应你。啊，可能嘛，伊遮个情形呢，就算讲即个朋友伊佫较毋情愿，伊嘛会想讲，还袂吵甲诚严重以前，也是甲饼紧摕互伊，较袂佫继续互情形佫恶化。所以第8节来讲，甲伊所需要拢总摕互伊。伊本来伊为着要避免麻烦，所以伊根本就念一块饼，伊都无要借伊即个朋友的。结果想讲，为着要省，莫佫惹佫较大的麻烦，干脆拢总互伊。伊爱啥就拢总互伊。但是，就算是安尼，耶稣伫即个譬如，想要甲咱讲的，到底是啥物？敢是讲，伊要甲咱讲的，只是讲，咱若坚持不断的迫切的恳求，安尼，上帝嘛会像即个主人安尼，因为挡袂牢，咱会一直敢若摇把叉安尼一直甲恳求，安尼就会实现咱所愿望的吗？耶稣敢是即个意思吗？讲到遮，我会记哩，我的阿母，伊定定讲一个我细汉的代志，互我听。伊讲，因为细汉的时我是大囝，伊若要去菜市仔买菜，伊拢会带我去，因为爱甲我顾嘛。除非讲有人有阮阿舅啊，还是阮阿姑啊，有用斗顾，伊才会无带我去。但我若去到菜市仔，咱知影菜市仔五花十色，啥物物件拢有啊。对囡仔来讲，迄就是一个足奥秘的世界，足丰富的世界。所以我若定定看到啥物物件我喜意的，我甲阮阿母讨，伊若毋答应，伊讲我就怎哭咧，顶滚伫涂骹，我阵仔毋起来，伊安怎骹暝伫个，安怎骹暝，我就毋起来，非伫等甲讲，伊最后无法度我，好，买互我安尼，我才要起来，才买好欢喜，才阁对阮阿母继续买菜。所以即个经文，我就去想着讲，我当初我定定发生的代志，伫今仔经文，我嘛感觉，甲耶稣所讲的代志，佫真下书真贴切，所以我感觉真好笑。那么煞接呢，我要用顶下文，就是咱即则经节，咱伫第5节甲第8节即则经节的顶下文，咱来探讨耶稣基督。伊真正要甲咱讲的是啥物？咱特别爱注意到的，就是讲第5节甲第8节的经文是安排伫咱主的祈祷文，第7节以前就是主的祈祷文的后壁。主的祈祷文当然大家拢真熟，我就天然的背。所以，那么根据咱今仔日的经文的记载的。即个第1节甲第7节的当中，就是讲门徒伊看到耶稣基督，伊咧祈祷的时，伊迄个虔诚，甲伊迄个属灵的气力，所以因就求耶稣教因讲，该着安怎来向上帝祈祷。所以因为即个门徒甲伊求呢，伊才来写即个主的祈祷文来甲因教。主的祈祷文了后，就是咱今仔日
即个真两难的即个譬如。啊，即个真两难的譬如了后，第9节甲第10节就接着就是讲，所以我甲恁讲，第9节的就是咱今仔的金句，就是所以我甲恁讲，恁若祈求就得着，恁若找就找着，恁若甲拍门，我就甲你开门。所以，咱会当了解，伫第9节甲第13节、第13节，耶稣的甲咱教示的，就是咱今仔日咱即个两难的譬如，伊所落的结论。所以对头前的主导文，甲咱两难的譬如，甲要求着得着，咱会使知影，咱安尼会使了解讲，路加福音的11章，伊的主题，就是咧教咱要安怎向上帝来祈祷。那么咱今仔日的题目叫做迫切恳求，就是耶稣教咱，就要用迫切恳求的态度来向上帝祈祷。所以第九节就讲，你若求，就要互你得着。所以讲，求就得着，这个经节咱定来咧用，因为咱求，咱就足希望咱得着。啊，所以第9节甲第13节的经文，伊就是安尼讲：求会得着，找会找着，拍门甲恁开，因为求的就得，找就得，拍门就开。恁中间做老爸的，家己的囝甲恁讨鱼，你敢会摕蛇互伊？啊是甲恁讨卵、讨鸡卵，你敢会摕热起仔虫互伊？恁虽然真歹，也会知影讲摕好米互你的囝儿。那安尼，咱的天父一定会将圣神来授予互伊对伊祈求的人。这就是咱9节甲13节的经文。所以讲，咱首先咱看到就是，恁求就要互恁，即句是耶稣基督上界对咱上界有气力的教示。即句话嘛呼应咱今仔日即个两难的譬如，下尾啊迄句讲，伊要爱啥，拢互伊啦。吼，伊伫遐迫切祈求，一直甲求，甲讲无爱，伊嘛毋走，要拢互伊。啊，即句的希腊原文是讲，啊，啥物拢招伊啦，来甲我招啥拢招伊的意思。啊，接续耶稣佫真明确，佫来讲，一个饼，一个老爸，伊个囡仔若甲求鱼，还是求卵，伊敢会可能摕蛇，还是摕起仔虫互伊呢？最后，耶稣佫讲，恁虽然真邪恶，毋过恁还佫会晓摕好的物件，要互恁的囝儿、查某囝、囝儿。那安尼，咱天父上帝，伊敢袂上圣灵来授予互恁吗？所以讲到遮，咱会知影，天父对向伊祈求的人，伊必然会授予迄个美好的圣灵、的圣神来成做伊的帮助，甲伊的气力。所以咱直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就是讲，耶稣基督的祈祷的态度来感动伊的门徒，来向耶稣来请求、拜托耶稣教因要安怎祈祷。所以耶稣在做主的祈祷文甲因讲，甲因教，佮教因讲要用迫切的态度来向天父上帝来恳求。那安尼，你若求啥物，你就要得到；你若拍门，伊就会开门。所以开门了后，天父上帝就会将上界水的圣神来授予互咱，成做咱随时的帮助甲祝福。所以今仔日的譬如，并毋是咧甲咱讲，迄个天父上帝会像迄个主人安尼，挡袂牢伊的朋友的腰包叉，安尼照饼的人安尼，伊就会摕饼互伊。天父上帝毋是干那安尼尔，是因为咱苦苦哀求，
咱迄个苦苦哀求，上帝会听咱的恳求。那即个譬如，伊真正要传达的是讲，咱诚做人，咱搁较为难，但是嘛会甲咱的饼来摕互咱，甲咱求救的朋友，何况是咱的天父。所以，天父上帝伊更加是理所当然会来听咱的祈求。咱的祈求，毋但得到上帝的欢喜，伊阁毋是讲因为咱迫切祈求尔，咱得到伊的欢喜是因为伊咱的天父伊的开阔的心肠，甲伊的慈悲怜悯，这是咱人类无法度比拼的。伊像咱伫世间的老爸安尼共款，伊甲咱疼痛，无法度，伊无法度暗耳，无要听咱的祈求，这是伊的慈悲甲伊的怜悯，毋是因为咱迫切祈求安尼尔定。咱迫切祈求是互伊欢喜，但是因为伊的慈悲怜悯，所以伊会答应，伊会听咱的祈祷，伊最后会将迄个美好的圣神来赏赐互咱。咱若坚信即个事实，就算讲咱所求的，上帝并无一定完全去满足着咱的心意，但是咱的坚信，上帝所予咱的一定是有伊的美好的旨意。上帝仰望咱伫祈祷中间，咱来真勇敢来祈祷，甚至是死皮赖肉，就是死皮赖脸安尼就对了，赖着不走，其他的咱也带着咱所需要一切来到上帝面头前。其实这毋是啥物见笑的代志，咱着勇敢好胆来运用咱所有会使找到上帝的机会，来求伊，来向伊求讨，来求伊建立咱迄个属灵的活命。咱也非常迫切，而且勇敢来甲求讨上帝的欢喜。上帝嘛渴望看到咱真大胆来向伊祈祷，咱将一切所仰望的，仰望伊伫伊的脚前，来求伊赏赐。不过，要安怎回应，是上帝的主权，这必须要咱要有真清楚的了解。上主伊真愿意听咱来甲讲咱的苦难，咱用热切的渴望来去叩天顶上帝的门。上帝伊嘛真欢喜来甲咱开门。咱来到天父面头前，咱知影伊是双手开开来欢迎咱，而且知影咱若有迫切的需要，伊会暗耳听咱来甲伊诉求，伊的心会拍开来感受咱的苦难。咱嘛知影，咱向地面上的老爸讨物件的时，若佫得到的时，咱会通真欢喜。就若像咱即马对咱天父遐，咱得到属灵的快乐，会使满足咱属灵的活命，这同款迄个美好甲甘甜，咱应该刚强壮胆，因为上帝随时拢咧照顾咱。当然，咱的阿爸天父，伊欢喜咱用迫切恳求的态度来甲求讨，咱甲求，伊就要互咱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学业上，咱伫咱的工作上，咱伫咱的生活上，咱伫咱的身体、咱的快乐上，咱敢有拄着什么困难，拄着什么艰难，需要祈求呢？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我的上帝，
愿文山教会是你以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。感谢你引带带领，阮通有一个新的引带伫阮的当中。阮献上阮的感谢。阮若要期待阮的科牧师会来到，阮迫切来祈祷，祈祷阮新的未来、新的时光来彰显你的性命，伫这个文山地区继续做工做业。主啊，阮拢是你所欢喜的囝儿甲查某囝。阮伫不管伫事业上、伫学业上、伫生活上，也是伫阮检查岁数较济，气力有较软弱，身体健康有较欠安，种种的方面，阮有欠缺，阮有有限，阮有软弱。求主帮赞，求主保庇，互阮伫大方面拢有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。特别，阮即摆疫情非常的紧张，求主保护阮，也保护伫阮的所有的医治的团队，互阮会当全国同心一致，阮共同去努力。阮伫防疫的路顶，阮继续要争做世界的第一名的好的成绩。主啊，阮来迫切恳求，阮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再来吟圣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第349首，圣诗349首，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。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。我心脱离俗情烦恼，搁通就近天父面前，将心所爱祈祷无停。我捌拄着灾害艰难，祈祷的时会得平安。搁我专心祈祷的时，会互魔鬼甲我相离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，我心脱离俗情烦恼，搁通就近你的面前，将心所爱祈祷无停。我祈祷的心搁我专心祈祷的心，爱互魔鬼甲我相离。祈祷的心，即时极好。你要欢喜，听我祈祷，万有主宰，结基无别切困求，伊就受事，你要甲我甲伊亲近。爱我心歌，受伊大恩，大将大挂落甲伊，
的时，记得的是一次叫好我的心无过烦恼，真一世人我家祈祷，恁着去当心灵安好，一世灵魂离开身躯，就会牢记听我的主，无过烦恼，无过上帝永远享受天中福气。真济，咱即时来奉献。好，来，咱来进行报告。伫报告的内省，咱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。第二面，咱就背第二面。咱三个来读两解。来，我来你讲，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路加福音十1章第9节，我搁甲恁讲，
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路加福音11章第9节。咱来看周报的第3面，澳洲的圣工的分担，咱澳洲因为是要开会员合会吼，所以咱无华语的礼拜，咱有台语礼拜。这个当工请咱大家来注意来看。咱看来州聚会内容，拜二9点，咱即摆拜二9点的迄个节目是安尼，拜二甲拜四是读经的分享班。第一个礼拜甲第三个礼拜讲，歹势讲着，第二礼拜甲第四礼拜是读经的分享班，第一礼拜甲第三礼拜是妇女团契。所以咱拜二9点的节目是安尼安排。咱过来即个礼拜是1月26号是第4个礼拜，所以是读经的分享班。咱即摆是请廖秀兰长老来主理，因即摆来读的迄个经福要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，即摆咧读约翰福音。读经分享班无分，毋是干那迄个妇女团契甲来人参加吼，所有的会友，你只要有时间会使的时阵，拢会当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咱来看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是主理是彭兆亮执事，书类是张景伦执事吼，因为读的题目是上较有关并，经文是马可福音1章21到28节。咱后壁礼拜日的礼拜第一礼拜是主理是李圣义牧师，吼，题目是生命中难饮的杯，圣经节甲圣诗启用甲金句，请咱大家来准备。咱来看第6页的教会消息的报告。第一，小会公告召开定期会员的好会，咱要伫后礼拜就是1月31日召开会员的好会，会员的名单吼一定带伫1楼的公报栏。那有要请假的兄弟，请向小会书记黄文宏长老来提出。后礼拜是联合礼拜，咱迄天无华语的礼拜吼。第二，咱进行会员好会进前，拢会带一寡资料来公告，咱即摆已经拢带伫公报栏，请团契会长甲财务同工来看。吼，那有出力，吼向干事来申请更正。那无啥物问题吼，咱就来签名来确认吼。第三，咱司马县教会因为建堂预卖迄个老姜吼，一地是100块，已经迄个姜已经送来啊吼。那有兴趣的兄弟，当礼拜后会当伫一楼登记购买，有登记的人会当来交钱来领取迄个老姜吼。第四，团队咱伫木沙路木栅路3段遐吼，咱有通过咱的临时合会吼，会员合会有购买咱的新的牧师馆，团队已经伫即礼拜已经搬入去大吼，所以伊即马无伫咱的3楼的牧师馆，咱3楼牧师馆即马清空咧整理吼，整理4楼，4楼对，歹势少了1楼。4楼的牧师馆啦吼，4楼牧师馆，即马已经咱即马咧做整理，要等迄个科牧师搬入来吼，请咱大家继续关心即件代志。迄个团队手机嘛是24小时开机啦，虽然搬去遐，咱嘛是拢会当找着伊，只是讲因为无住伫4楼，咱即摆咧出入的时阵，咱迄个安全吼，请大家特别注意啦吼。第四，传道伊伫对明仔载开始吼，25号到29号吼，伊要去南部探亲吼。咱有啥物代志要联络的，请咱向地外的长老，也是咱的执事，也是教会干事来联络。第六，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吼，咱今仔日的台语礼拜了后，11点要伫会议室召开教育团契组的会议，请同工来出席参与。第七，130周年的特刊甲影音小组的会议吼，咱伫后礼拜和会了后吼，要伫1楼的会议室召开。特刊甲影音小组的会议，请相关同工来参加吼。再来有教会集体交通甲带队的事项，是讲咱的儿童主日学金句，吼，佮伊的上课的内容，请咱大家来看。因为咱即马武汉肺炎的疫情吼，因为咱即马疫情有较紧张，所以咱有一个叫做第3项特别注意，就是礼拜甲聚会请全程佩戴口罩吼。礼拜甲聚会请全程挂喙安。好，报告到遮。咱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？
好，咱无吼，来，咱即马来吟圣诗第387首，吟诗刷，咱请陈正慧长老来祝祷。咱三甲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甲圣神的感动、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来吟平安的诗歌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上帝囝儿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咱就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正做圣，因为耶稣的更名，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人生。我已享受主我名，我已坚忍的注定，因为耶稣丰富产业主所行。请互相请安。